啊，係啊，好多汗，好熱啊，係咪啊？Hello，大家好，歡迎嚟到 JV's Family， 我係 Vivian。今次同 Jack 嚟到2026年 Young Life Summer Camp， 同上年一樣，機構亦都安排咗義工接我哋去坐 shuttle bus。而今年呢 Jack 咧都係選擇同佢個女性朋友一齊坐啊。你同唔同 Angela 婆婆瞓？同唔同啊？同啊！兩個都要同 Angela 婆婆瞓，係咪？係咪？一到達營地，媽媽們第一時間就係去睇 childcare room， 見到機構亦都好用心準備。噴多下先啦。On those, what they call again? Trees. You can shut up, don't say anymore. Thank you. 玩完一陣話咁快就到晚餐時間，呢個營地嘅嘢食咧真係唔錯㗎。而咁啱咧有 Jack 中意食嘅咕嚕肉啊，所以佢都食咗好多飯。食完晚飯之後咧，就到機構第一晚嘅驚喜環節。要邊個先？我最唔想要依個。Purple，OK，係咩咧？即係 purple，唔係啊，特別版。但係其實我想要依個。玩完之後呢，我哋就返房啦。簡單俾大家睇下間房係點樣嘅。同上年一樣，機構同埋義工呢，亦都會為我哋準備好多嘢食同埋日用品。
沖好晒涼就到宵夜環節啦！你睇下 Jack Jack 幾開心，一邊睇 iPad 一邊食零食。嚟到第二日就食早餐。Young Lives 呢個機構，佢係透過進入年青媽媽嘅世界，希望呢佢哋可以接觸到耶穌基督或者喺信仰上面嘅成長。而佢哋嘅服務對象係25歲以下嘅年青媽媽，比起坊間呢好多機構只係幫助24歲以下嘅年青媽媽呢，服務範圍係大好多嘅。雖然機構有年齡限制，但係有啲位呢都會酌情處理。如果好有需要嘅年青媽媽，不妨試下去揾下佢哋。佢哋平時亦都會搞唔同嘅免費 playgroup 同埋嘢食聚會，希望透過呢啲活動聚集一班年青媽媽同埋佢哋嘅小朋友。可能你哋聽到信仰呢樣嘢都會好卻步，但係佢哋嘅義工呢係唔會逼你哋去信任何嘢嘅，只係希望你可以開開心心咁做一個年青媽媽。開始。哇，琪琪嚟咯喎！嚟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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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估到琪琪係一定可以做到一個好強勁嘅 Veronica。講完一輪呢，話咁快呢就到午餐時間啦。而今晚嘅驚喜環節係晚會自助餐，仲要請埋 live band， 真係覺得機構好用心。除咗晚會之外，仲有卡拉 OK 同埋人生四格，真係超級豐富。
話咁快呢，就嚟到最後一日啦。食完早餐之後呢，我哋就返房呢執行李走。而今年多咗一個環節，就係畢業典禮。頭先呢都有同大家講過啦，機構係服務25歲以下嘅年輕媽媽，所以呢超齡嘅媽媽呢都會畢業嘅。如果有啲年輕媽媽聽完嘅都覺得對呢個機構有啲興趣，可以撳條 link 睇下。